关为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一句俗语讲：少年若无一片戆，路边哪有游泳光？去互国情想到清朝时代府城一站传奇故事，官夫李招娘。因翁过身了后，因翁一个生理盘或者周阿师，先来甲管伊的心肝，搁来要来管伊的财产。甲招娘我讲，即马外口人议论纷纷，讲我是你的客兄，讲甲真歹听。我看你财产摕来互我做生意，我呢一摆就甲拼过面，大条的钱来买上落，趁有我带你来台北，咱毋免妨讲尻川后话。招娘真正听甲耳仔啪啪，甲阿师问讲，阮翁在生咧讲即马做生意吼，泉州港有较顿市，你要行倒一条线路？顿市在咧大书店内底有记载，就是饲草较顿。即摆的书店差无哦，老爸有咧讲，本来1箍趁1箍啦，过来1箍吼趁无5角，到尾连2角趁无，饲草愈来愈歹，叫做顿市。阿是砍一个骹手讲无毋对，泉州顿市咱换走香港，有影招娘连厝客都摕去屈摕去断。所有财产交代阿师，阿师讲半个月准去准回，我就听好带你搬来台北。结果15天无转来，20天无转来，等到25天的时阵，招娘真烦恼，去到码头探听，讲阮阿师敢是反方？这句反方，原来早前台日大书店才有记载用词，就是船去正方或者反方，意思讲行的船产生什么意外灾难也无得确。连续安尼探听，连续安尼问，一个较旧话，平平阿师因做生意走水走私盘，就甲讲你敢毋知影迄个周阿师专门咧叫人甲吸烟头，意思就是讲好嘢的主人甲包饲就对啊。以前甲你怪去啊，金收楼听哪有搁再倒转来的道理？哇，招娘钱了，结果搁互捡笑，互甲消磨，代志到这才出破。这2日出破，原来现代书店差无，毋过台日大书店内底有记载，就是少年家即马流行话咧讲别空就对啊，纸袂包得火，可怜的李招娘，听到周阿师安尼对待伊，目屎无在条，搁在流，因路行，因路哭，因路感慨，怨叹家己袂晓想，行到南投园去行地路。去自尽，无毋对啦。高将咧讲少年若无一片戆，路边哪有游泳光？正这就是台湾4大奇案，南投子啊，可怜的传奇故事啦。